最近警察界又搁出现争议，新北市土城分局一个姓黄的侦查队长，甲刑事的2个侦查警官，涉嫌是甲加密货币交易所来斗空，用家己的口座替犯罪集团来洗钱，去检方以洗钱防治法侦办，领3人来问过了后，以50万交保。这样会觉得很冤枉。现任土城分局姓黄的侦查队长，经过透明侦讯。砸了50万块交保，公安被告一个刑事局的警官。我澄清一下4、5加4张2位检察证，伫事后也50万块交保。检方这边行动是警政署自检发现，自111年到112年，涉案的刑警伫刑事局任职，因家己的加密货币口座内面有大量的金流异常，被指控甲毕竟交易所共谋。敢若是替犯罪集团洗钱，涉案的交易所去年就被注意，警方总共带回几多人到案。即马警察团讲，伫背后是一个掌控人是涉及800会馆地下汇兑等案件，协助洗钱的源头头家涂成文。伫目前人已经走路，不过毕竟交易所是得到官方认证，是相对较安全可靠的交易所。金管会相关的审查深受所失。希望今年的6月底之前，我们这个 VASP 就虚拟资产的专法，可以就是送到行政院。当然，专法它就变成一个类似一个业别在管了，包括业者的监理，还有这个整个产业的发展。政计会讲，伫去年底洗钱防治法修法通过了后，监管的力量有加强。自原本的业者自律，该采取登记许可制。也毋过，这种洗钱的争议依然伫咧，所以将会研究专法，希望伫咧今年6月底会当送入去行政院。仅能要求的是本土的交易所以及币商对于境外交易所都没有在台湾落地，也就是他们其实还是并没有在这个 VSP 专法的一个管辖。也毋过专家讲，就算是有专法实施，会当对本土的交易所有更加严格管制。也毋过，安怎对国外交易所会当有效的管控，这是爱研究的代志。公司新闻采访报道。